瑪莎拉蒂限量版高性能 Levante Turbo 發動機大修，呢款世界一流嘅高性能 V8 發動機經由法拉利工廠手工打造，可以喺6250轉下爆發590匹澎湃馬力，國內限量88台。保有量越少嘅車輛，整備嘅難度就越高，需要使用原廠維修資料指定嘅專用工具，按照標準流程及工藝施工。經檢查發現光套內部膠圈老化，出現發動機內部漏水嘅情況，導致冷卻液流竄到油道，產生油水混合。本次發動機維修更換咗大修包、光套密封圈、水管、水泵等。我哋維修後幫車主徹底解決咗呢個問題。如果你都有瑪莎拉蒂、法拉利等保有量少嘅豪華高性能車需要維修，請私信聯繫我哋。